乡亲好，欢迎收看水面台会，我是王小琪。杭州了安江改善度，唔知你想做嘛干喏？了大部系花莲福利乡改旗下来爱，了系演出名改名额。乡亲朋友看到啊，了3天2000福利乡安江，了热天改时间涨起窝福利乡降哦。该天气都应该水呢，也系路跳白路主公到该山头水烟跳改时间，天然山标率快水准的哦。当地居民就用按自然嘅方法，按传统嘅讲法，还看呢也有按用唔讲辛苦嘅进行多两片开放大拿类生法。其实按用自然生法嘅心态呢，都合乎到咧下嘅世界潮流，稳做系利善进行。该多代利善进行系嘛嘅喏？因当到嘅客种就系讲客种，又系讲传统嘅演出名谱咯。当到按用嘅生法方式都系以是按用嘅进行的哦。还看按用嘅进行用到台湾地区类发展推广。了就系一个重点，出面大会今日了到了，要强调普罗嘅行业、乡亲朋友还有农民朋友，向下嚟关心讨论。你等下呢，都去到开会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嚟下天灵讲条来到讨论嘅现场。今日早先按用天气凉凉风景吹哦，大家看到了示威嘅山安抢悠悠，真正非常正。大家都启动了double 会向下关心呢个生法。虽然讲了个接下来了个素材吼，又当到个了个演出面阿每处个研究下到，不过其实呢，同一本书也有呢个客家乡亲攀上高粱，从西半部来到了double 亏欠，所以了double 个族群。也动融合吼，有阿米斯，也有汉语，也有河洛语，当然也有外省嘅第3腿、第4腿，大家都两片生法，记住嘅传统价值系大家关心嘅焦点。杨皮为大家绍介来宾，第一位来宾呢，我们要介绍今天参与语坛的贵宾，介绍是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系的教授李光宗李老师好。大家好，你好。欢迎老师。老师很早呢就来了解吉哈拉爱这个地方，对他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区的这个订定过程中，都是很给力的一位学者。那介绍的是我们的主管机关花莲县政府文化局的文资科长黄维君。大家好，欢迎科长。第3位来宾我们介绍是林务局花莲林管处预略科长季有廷季科长，早安。大家好。是。第4位来宾我们介绍的是大王菜铺子的创办人王福玉，大王你好。大家好，哎吼。欢迎大王，大王又有很不一样的观点来一起加入我们的公共论坛。那第5位来宾介绍是我们花莲农改场推广课的课长刘口总，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口总，口总也系那个客家乡亲呢。当然，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漂亮的场地，我们好多吉哈来的农民、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早安，欢迎。好，看到大家要按热情呀，按发拍，到底你系而家为嘛个应该为所，佢相应嘅所在系到哪位呢？先调个画面，本大家看到清清楚楚。强调不宜类，山路之间一地绿色嘅天桥，看起来像条湖滚桥用排道动车，即系福利乡嘅吉下拉爱切路。2020退天有任务，显示一个细细中条，有阿妹处，有汉人，也有外省人。天然山标块的水准系了解冻浆的素材，重要嘅滚块水热，新鲜好水流唔停。叫我们回来，要学习种田啊，这不要荒废这个地点。这个水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就像我们这个水圳啊，水圳已经是将近100年了。问我们的祖先阿公啊，说，我以前我的阿公还在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是他的阿公的阿公有几代了，我们不知道啊，他只能讲这样而已。他了解说啊，这个呢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向客家松街内巷东阳跳嘅环境，看出祖先佢水准嘅辛苦，水准嘅分工系看出先人嘅智慧。热到水盆来讲，热头嘅面积下多，热片面积下少，所以讲热片下发出咧，热片下合掉嘅。一只公平的分法啊，还唔会两沙，还唔会讲相打比怪。
走来走去啦。大到吉哈拉爱部落介语，用有色农法来讲做，按多年来维持传统又丰富嘅文化景观。不过青年份嘅泥巴体风采重重起落，动到退天修顺严重。那这一次的台风下来，雨量真的太大，那水就会冲击比较脆弱的田埂区，所以这边基本上整个都垮掉了。不过唔放弃，就系冬天出面坚持进行。农民可能遇到一些灾损啊情况都会紧张，然后紧张就会说啊算了啦，就这一期就休耕了。那如果说大家其实就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些事情。结果后来他说那还是做好了，哦，因为他也被人家骂啦，因为在这边就是你休耕就是懒惰。就是安用洞见下天空包本基调字眼，吉下来爱莫回港嘅天球，维持有机生法系理想价值，推动农事体验系吉下来爱最近近年来重要嘅工作之一。带同汉卡动人认识采体文化老生态，进一步认同老基器，因你所生存嘅重要环境。好，继续了解青年臭吧，了解泥巴体风采重重了片日后呢，我们也看到经过一整个月很努力的去救灾复原，那现在被打掉那些田土也都补回来了。那二期做这个嫩绿的这个稻秧苗也已经插到水中了，所以看得到说地方部落是这样积极的在复健。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吉哈拉爱地区啊，相信朋友看到这张图表，其实它是从富里乡最南边看到，其实这一块呢是吉拉米代部落，它是属于比较大的部落在外围。那在这山顶上，这个海拔将近300-400公尺左右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景观区吉哈拉爱。它其实过去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丰南村，但是后来为什么改叫做吉哈拉爱呢？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它在2015年的时候，由花莲县政府把它定定为文化景观区。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我们就要先来请教当地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我们请卡住。其实有很多朋友花莲人吉哈拉爱拉哈吉爱吉发不出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大部落吉拉米代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的景观区吉哈拉爱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吉哈拉？就是一个小聚落。是。那小聚落呢？为什么叫吉哈拉？因为阿美族很奇怪，只要东西很多的物种，如果是看到的，它要命名这个地方就叫吉哈拉。哈拉就是哈拉的意思，就是台东尖排眼鳅。哦，它是一种保育类的鱼类。保育类的一种鱼类。那以前这边物产很多，就是哈拉，所以说很多人误会说吉哈拉为什么跟吉拉米代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整个部落就是吉拉米代。是。那吉拉米代的意思就是根的意思啦，大树根。大树根的意思。那以前我们的祖先从各个地方来的时候，沿着河岸到我们这个小石门这边，是没办法上来看到这边还有平台，他就大树根就沿着到河里，然后呢就爬沿着树根爬上来，爬上来以后才看到这边有一大块的一个布地平地，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部落叫做吉拉米代。所以都有故事哎。刚刚我们看到的影片，空拍好漂亮，那个梯田一层一层的超美的。那像我们这样文化景观区的梯田面积有多少？当时在开垦辛不辛苦啊？这个事后我们是老人家给我们的一些的想法，就是说，之前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只是说我们之后是有看到原本的梯田。那后来梯田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差不多顶多5公顷而已？那现在看到变成10几公顷的原因，就是说大型机械来了以后，是为了耕作方便。所以说开凿变成现在大块的面积哦，所以比较多了，而且那个水源源源不绝，是透过我们这边沿着山壁开凿的各种的水圳来应用这样的灌溉水源。是。好，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景观区里面的梯田都是有机稻作吗？99.9%都是有机稻田。了不起哈！我们大家为他掌声鼓励一下哈，为我们的吉哈拉鼓励一下，谢谢理事长。那我们也很好奇。文化景观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吉哈拉爱文化景观区，它跟其他的偏乡或者是圆山的部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的地方，它的价值是在哪里？可贵的地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吉哈拉爱重要一个推手，我们东华大学的教授光宗老师。老师，我可不可以请你借着这张图来跟我们说，吉哈拉爱它最可贵的环境资源跟它的一个价值？那就像这个标题讲的嘛。这里是我们原住民朋友的故乡的家聚落，但是呢，它跟这个森林跟梯田为伍。好，那这张图其实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地景，
也就是说，他们沿着坡地种这个水田，引水灌溉。那他们的聚落是比较在下方。那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有那么好的水质、水量的水，是因为上游的森林涵养了这么好的一个水源。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聚落，当然它特别，但是也有一个普遍性，就是我们花东有很多这样子靠山的聚落都是一样靠着山，然后坡地呢就开辟水田，然后有聚落。老师，我请教一下，沿着坡地做水田，这个直觉的逻辑想象上，会不会水土上的安全问题？还是说，其实刚好恰恰相反，它对涵养环境是有帮助的？是，所以其实，在水土保持来讲，它就是一种水土保持的耕作方式。好的平台阶段。好，那当然这是先人的智慧，就是一方面可以生产，一方面也可以就是做水土保持。那它这个水主要从森林来之后，就靠着那个水圳，然后灌排水。好，那让这个水田就是一直等于说是一个人工的湿地。所以人工湿地来讲，就是生态特别的丰富。对，多样性也高。这跟我们在地居民他采用什么农法非常有关。是。好，那如果他是采用传统的那种农药化肥，那水里面生物就会被杀死。刚刚说99%都是有机，那这个环境整个更相得益彰。是，所以他们不但是有机，几年前因为画社文化景观，然后看到了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范例做得更好，就是连福寿螺都不用苦茶播沙，他们觉得应该用更生态的农法，所以福寿螺就用手剪的，所以其实现在田里面的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快。我们先谢谢李老师，李老师请回座。原来是这样，那文化局的黄科长我就要请教，当时花莲县政府又是怎么样发现这块地方？其实丰南村很早以前就存在，而且在地部落居民也是沿用过去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是这样生活的，是怎样发现它、挖掘出它的价值？这里其实居民在1930年代就已经来这里定居了。那他们当初来这边定居，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生计、为了生活而已，并没有想到就是说文化景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那么呢，在我们就是当时我们要登录这个吉哈拉爱为文化景观的时候呢，我们委托了东华大学执行了一项叫做花莲县富里乡丰南村水圳梯田跟文化景观登录的这个先期作业，还有这个维护作业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开了很多次的这个部落会议，对，权益关系人的会议哈。那时候居民呢，慢慢的他们就是认同了原来他们的这个概念跟价值。那在你来看，那他们的这个部落会议开得勤不勤？然后地方居民的共识对这样价值的支持度高吗？当然，因为呢，这个部落会议呢是吉阿拉亥一个意见交换。然后就是讨论，进而阐释共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居民的意见呢，大部分都是会被采纳的，都会提出来，做意见交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原来这样，谢谢黄科长。所以这个文化景观区可能不是空泛的5个字所定义的一个空泛形式的区域，其实在地内部居民他们活络的那个力量是它的内涵。那设定为这个文化景观区，在地方会组成吉哈拉爱的文化景观区的管理委员会。那我们知道说，一般的村落已经有社区发展协会啦，也有行政体系的村办公室啊。那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彼此能够合作吗？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当地文化景观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一般文化景观是县市政府的文化局来当为主管机关。那但是在我们吉哈拉这边的操作方式，包含在李老师还有文化局这边协助下，我们其实自己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现在就是我们其实有在登录完景观过程当中去制定了一些公约而且这公约也是很特别，就是在制定公约管理条则上其实是文资委员来制定，但是当时其实我们就一个协调说，既然要我们来去讨论，那我们来制定一些公约，然后从公约来去转化成你的管理方式。其实当时有做这样的一个步骤。
这是一个模式上的一个执行。那真正比如说20几公顷，我要种水稻，还是要种姜，还是要种果树？然后当我的水菌要修理的时候，像这些看起来是枝微末节，但是却关系着，因为我们是整个共同积水区嘛，大环境都是彼此相邻，会影响到彼此环境的时候，要经过大家共同的裁决吗？会，就是这个在公约里面其实制定的，就是当你有一些大机具进来，然后它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的农民或周边居民，其实就必须开会来决议说，是不是要这样施作，或可行不可行，或者是公部门有一些计划进来，我们也会必须透过这个会议来去决定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件事。原来是这样。其实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每2个礼拜，每两个月都会一次，整个吉哈赖的一个大扫除。其实这个大扫除是大家必须派人，一定要派人的，然后派人来大扫除之后就会开会，所以我们2个月会开会一次。好，我们先谢谢总干事的说明。所以我们这样一番讨论下来，发现吉哈拉爱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区，它要在这个意义上不空泛，很重要来自一个社区自主自觉。那大王，我想可以先请问一下嘛，原来一个社区或者是部落聚落里面的那种自主性很重要，因为怎么生活的方式就怎么维持下去。那现在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区来讲，你觉得公部门在搭配上究竟应该是站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和谐一点？那你说文化景观区到底是文化，还是要景观，还是一种有形的区域的限制？你怎么看？如果说官民真的要再更进一步的和谐发展的话，古早的时候没有政府的时候，我相信这里也都能活。以前大家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政府？好像也没有。我在想这件事情，那个生活方式找到了，是，然后跟这个景观搭了上，这件事情你没有政府都可以。比如说这个水田只能收田稻米吗？这个我看法就不一样。当我们水田放干的时候，水还在不在？如果水不在，你一个水田生态就毁了。所以在我们的水田里面，水是不能断的。是。然后水田最大的收成其实不是稻子，是所有人在那个放干收成稻子之后的水稻里面抓原生种。真的哈。所以你的收成会是，我是开玩笑说那个1分地的生态课程的费用收入会超过1甲地的收成。所以这居民会喜欢留下这个东西，留下水，留下水田，因为养活我们更好。是。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透过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居民收成除了稻米以外还有别的，收成更好，谁要毁掉水田？开什么玩笑？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大王的说法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文化景观区的脉络一定是先有常民生活、形塑文化，文化再带动景观。所以如果操作的顺序是先种景观，制式僵化，一旦定下去就不可更动，反而来影响到或者是限制改变居民的生活，那时候是本末倒置。担心的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陷阱，或者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产生会这样的一个想象的落差，这很重要。那季科长你怎么样来看呢？从过去我们发展社区林业角度，也这样一路好几年来。培力就是你们的主要的标的业务嘛，哈。那你来看的话，文化景观区这个景观跟文化之间，不要到互相违背或互相限制，这有一点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感觉呢，哈。部落跟社区啊，过去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人口外流。对。那一些年轻人都跑到都市去了，然后留下在乡村或是部落的年轻人很少。那今天我们看到丰南这个区块就不一样了，年轻人有一些回乡回来服务了。那你觉得关键点是因为这里有产业能生活，还是？产业最主要是应该有生活，然后再过来必须要有产业要再进来。那居民呢有办法生活，那产业呢才会不断的去提升，这是有必要的。好，先谢谢季科长说明。所以我们在讲到现在很夯的一种里山倡议，强调的是那种自然生活的形态。过去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个时代所生活的那种生活的原型里面的那一些植树，可不可以在现代变化很快的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尽量有一些保留？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倡议精神，最早它的发起在日本哈。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台湾这个里山倡议的精神主要有哪一些呢？刚刚李老师还有大王都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呢它是人文跟自然的一种很和谐的共存，听起来有一点空冷，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就是适度的循环使用自然。我们常常老祖先告诉我们。
们不要竭泽而渔嘛哈，凡事的使用有度才有永续的可能。所以传统的在地文化跟价值，自给自主、在地贡献，这样是整个包装在一起，形成一种值得被实践的价值。在现代的人类社会来讲，就是这样里山倡议。那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精神聚落，或有这样子内涵的区域吗？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台湾里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富里的吉哈拉爱、吉拉米代哦，看到其实台湾里山具有这样子一个内涵的聚落，或者是愿意实践这样共同价值的区域。我们看到，其实从台北的金山八烟、贡寮水梯田，一直到我们花莲的丰滨港口，还有我们富里吉哈拉爱、池上的万安老田区，在这几年也已经成立了文化景观区，因为那一望无际，将近400多公顷，没有任何一根电线杆的那种古老水稻田的美景哈。那还有看到其他，其实全台湾有13个。那13个在执行这样的里山，我们就还好奇哦。刚刚因为我们来宾都有提到，其实文化景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的核心，在于在地居民能够和谐的生活，因为生活方式是重点。如果这里不能生活，何来文化？何来景观？所以生活是重点。那作为一个里山的聚落，我们靠山吃山或靠溪水吃水，这样能够足以带动地方的产业经济吗？那事实上，在符合这样的社会趋势下，社区旅行、生态旅行，或者是这种少年壮游，变成是一个里山在发展永续推动的时候一个重点。我们透过下面影片来讨论，也来看看。白讲白话，今日是杀父迷树生，白讲白话保庇平平安安啊。大洲和天溪来到庙里碰树窝，谈一设置总能种皮，为了体验营业地山鬼窝。你往前压下去哈，你就不要。如果你像这样滑过来，有时候你就会滑到手啊。好，你就往前压。我觉得草跟稻子一样多，所以有一种在除草的感觉。无限贵造型，大家草能强下是鬼窝盆，也春盆是鱼类铁皮又美头。就特别饿，连小孩子都很快就吃光光了。在户外就可以吹自然风，然后可以呼吸到那种青草的味道。十福米做3年嘞，将一块石粉体到两下空态到2级体，设计法统要请民众来体验，延续地山保育十福。国内的全部的石虎的数量大概在500只上下。然后苗栗这个区块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大概估大概300只会住在苗栗。都冇比吃到有这个东西，其他的是纯的长人的啦，咱想就唔会想讲我听到野药呀对吧？爱山为所老人类生活冲突不免会有冲突，不过生态保育、老农业首先，甲冇法度透过法统来打开很较多可能哈。其实我们是想要让在地的农人，尤其是老人家，看到说，有那么多的外地的人，他怎么会想要来到我们这种穷乡僻壤，然后是为了这个所谓的15米？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也许真的很重要。保育大跳走，生态就会更做更好。萤火虫有了，因为以前都没有看到萤火虫，还有蜻蜓变多了啊，就麝香猫，还有石虎果子狸，还有那个大冠鸠，那些都变成很平常就看得到。菜体也老有山港做嘅米，用十福米作为品牌来行销，大白卖出嘅米都会提拔3%作为十福基金。它可能比较贵，或者是它比较丑，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有民众认可他们的价值。除了金钱之外的价值。碰树窝十福米团队用有山港做嘅方式，和协到动物强顺，希望建立品牌老通路，为农民收益增加。人白就会有很较多人加入，农民生活到自然生态就做得松扬。看到吼，你系业余对什么达标？该十福也准备了生态美景类景好。那其实呢，不止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是在苗栗的院里，我们的富里的吉哈拉爱、吉拉米代，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来，也在这个里山倡议精神的带动下，也发展了这样的社区的青年旅行，或者是社区的深度旅游。它大概有包含哪些内容可以做成这个包装内容？就我们刚刚讲到重要结构，百年的水圳，还有非常美一层一层有机的梯田，那还有他们的聚落文化，在都是值得被珍惜的哈。那到了，因为这里生态好，所以你可以夜观动物啦，可以星空欣赏，甚至最强调就是实际去体验。现在农夫体验很夯嘛，我可以请教我们在地的乡亲朋友吗？在我们这里办社区旅行，你们会提供哪一些内容？那你
这背后的运作又是怎么样？我们先请那位举手的小姐好吗？来我们这边，我们就是有亚米别庄的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教游客来这边做咸蛋 DIY， 因为我们这边是好山好水，我们的水源都没有污染，养出来的鸭子所生的蛋会很好。不但我们的鸭子除了吃饲料，还有玉米之外，我们还会自己种的青菜，有机的青菜让它吃。再加上，因为我们这边种的那个稻子都是有机的，田里很多福寿螺，因为养鸭的主人都会去田里面，去捡那个福寿螺喂鸭子，所以它生的蛋会特别好吃。谢谢你，原来这样的分享，健康是循环的哈，请坐。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常常讲说，阿美族人哈，一个人等同于3部割稻机，为什么呢？因为阿美族是天生的吃草的民族，他们能够开发山野田园间各种各样的什么杂草，是野菜啦哈。那我来请教一下，在地是怎么样挖出自己的这个在地的宝来招待客人的？我们来请教在地的我们的部落妈妈。那个游客来的时候，我都会先第一个站就是先到百宁水郡，然后那在一路上，那我们这里很多野菜，比如说像上莴苣就是萨玛，还有那个山苏啊，就是鲁果，还有那个藤心。就是在水郡，就是一路上都有那藤心，有时候就让客人去体验，然后还有就是吃健康，因为它是野生野长的嘛，不用喷农药。对，所以我比较喜欢介绍那个野菜的方面，就是没有啥农药，而且是天然性的野菜。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哈，讲的我好想试试看，有没有可能走到将来是全在地食材，是大家希望可以努力共同做的？我们来听听地方乡亲的意见。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到健康的食物啊。那外来客也是一样，他们可能会向往这样子的一个食物，他也会进来，特别进来去享受。是，然后再来就是说，生物啊，它会复苏。你看那个时代，我们蝶舞满天飞啊，然后晚上的萤火虫满满的是，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友善的农法。那你会怎么样鼓励我们的社区？A 先生你要种菜 ，B 先生你要养猪，C 太太你要做些什么，这样吗？那当然，到时候要分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地都荒废了，那其实可以请我们的居民去分配土地去施作，让它有多样性的是非常好，谢谢钱理事长，请坐。你有先写卡，等下给我继续准备。你糖了都种较复杂，记得有用的款，要用地上的注意，都提起用的前进的实践。大家继续转到出面台会界讨论现场。以早最新的好消息咯，大概花莲区的农业改良场呢，在今年7月15号，其实就是在录影前的上一个月成功加入了这个国际里山倡议的伙伴关系网络。好长哦。可是它现在的定义价值是在台湾第一个加入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会员。那它到底带来的是一个象征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先请到场的这个农改场的刘科长，刘导，你说明一下好吗？好，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它不是说最低的一个要求它其实如果我们用积极面来看其实生态对于有机或者是说对农业来讲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如果结合这个生态的一个农法的话，那其实可以保有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再利用，那地力也可以恢复，那生态也可以恢复那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一个农业可以永续经营。是。那其实生态农业它其实还是希望说能够跟这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一个生产跟生活还有一个生产地景的部分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您讲的这个理想，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吉哈来就已经看到成型了。那像我们花莲农改场是变成第一个加入的政府部门，那又对现在已经既有的基础。又可以再锦上添花，或者是可以再做一些更多不一样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再更加的努力像我们的一个生产技术、栽培技术其实我们以往都是用惯性或有机的方式去看。那其实我们可以再结合一下生态，有些生态的一个农业方式其实对这个生产的一个部分可以维持它的一个生产力之外。那其实对这个生态的一个维护力的部分也能够保存。那其实在这个吉拉米代这边他们提到的这些观念其实在我们以前在推动这个有机村的时候，其实都很多都是重叠的，能够结合在一起。是。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用生态的一个理念去展现这个
农业的话，其实有它的一个前瞻性跟效果。谢谢你，科长。现在全球的会员呢有190个，我们台湾目前呢就有5个，分别看到是今天在座来宾，我们国立的东华大学、国际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生态工法的发展基金会，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在今年7月加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会员，他们最重要的关系是在这全球的190个会员彼此之间的经验交流分享，还有那种价值观的互相串联，透过这样组织，希望越来越发达，可以实践在地。那李光中老师，我想先请教，这有它的意义跟指标吗？那对我们实际社区发展来讲，你看到的好处或积极面是在哪里？是那个，其实我们今天算是来这边在地谈在地的努力，在地的发展，好，就所谓在地行动。但是我们思考今天所面对的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农村整体环境经济的一个衰弱萧条。然后全球气候变迁，好，未来其实对农业环境更不好，所以这不是我们只有在地或是我们国家在紧张，事实上全球它一起在紧张，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要全球思考。那 IPSI 它这个就是一个全球搭建的平台，然后190会员，未来还会再增加，大家互相的学习、分享经验，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球各个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国家，然后尝试在一个地方，好，然后做出来一个可行的做法，然后加以分享。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像里山倡议跟文化景观，它之所以受到在地居民的欢迎，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里面很明白的说，其实这种文化景观的呈现，这种里山地景的呈现，是因为在地居民从他们祖先世世代代，然后跟大自然摸索出一种共生的方式的一种景观的呈现。所以事实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观念跟居民说明之后，他们很快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我们努力蛮可以展现的成果，是一种荣耀，而且我们是主人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观的作者。当然，更重要的一个作者是大自然提供的舞台哈，所以居民他很快的就会激发出他一个主体的意识。所以为什么在吉哈拉爱，他们在我们跟公部门开了一次说明会之后，然后他们就启动了部落会议，然后就觉得说，我们为了未来要在这里继续做主，当然欢迎政府来协助。那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窗口，就是管理委员会。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也是这里一个特殊的地方。当然，居民很有主体性，很有主体意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我们文化局把文化景观这样的一个观念带入，而不是像过去，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游憩区，那居民很怕说，那外来企业给我取代怎么办？对。或是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保护区，哇，那保护区是不是野生动植物为主？那我们居民反而是好被排除在外。但是文化景观很明显的。好，里山倡议很明显的，居民是主角，是作者，是整个文化人文地貌的那个作者。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草一木的作者。那不谋而合的，我也要请教我们的大王，作者作为主人家，他们在展示这一块地域，他们共同的，然后人文也好，生态也好，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内涵。刚刚我们看到影片当中，其实现在吃的不只是苗栗，可以找到一个经济活动。是对地方的发展是有帮助，而且那个发展又不会妨碍到或破坏到当地环境的，这是可行的吗？在地的产业经济是可以怎么来做？其实提里山这件事情哈，如果经济没有问题，大家不用提里山哈，大家本来就里山的嘛。他们是老师讲得很好，他们是作者，他们早就里山了，几百年、几千年了。今天就是里山，如果不能让他们有经济收入的话。那会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想啊，我们努力的照顾大自然，大自然努力的回报我们，让我们收入更好。对，我们以前是不需要太多收入了啦。大家养鸡养鸭，互相交换，你就能活，是里山精神。是。好，我们要打1枪，要打3枪都可以。我们山上什么都有，我们要采东采西也都有。啊，你采多了，比如我来这边做客，我过街就去旁边去隔壁人家的家里拿了山野味回来。你想讲什么？对，那是不是你的冰箱吗？说不是我的冰箱，可是他也来拿我家的啊，交换。里山很重要，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换，帮互惠，山跟人的交换，山跟田的交换。是。所以我们要重新想一件事情，在我们村落里面，山给我们什么？我刚刚听都是在谈稻子哈。他不会只有稻子，
所以山给我们什么？重新看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说田给了我们稻子而已吗？绝对不是，最高的收入不是稻子。我的田最多的收入不是稻子，是你可以在我田里面看到鳝鱼，看到鳖，你可以钓到很大的鱼，然后晚餐的时候给阿姨，我们钓最多外来种把它钓起来，原生种放回去，他们会理解外来种、原生种是什么，这是我们孩子最爱的，所以这个山其实可以养活我们非常多，这个田可以养活我们非常多，生态旅游当然是可以，但是呢，如果沦落为生态体验，那就会很糟。就肤浅化了是吗？对，那就是有几阶段嘛。如果只是分享劳动，比如说割稻这种劳动，那可能就是一个活动，一个人150到200。是。但当你跟他谈田里面的生态的时候，是。大人不要来，孩子来就好了。孩子太爱这个东西了，孩子对大自然的爱，大人不会理解。那大王先生，其实你说到一个，就是要提升那个生态价值感哦。可是我们现在讲哦，刚刚提到几个做里山，希望是有机，或是希望是生态农业。我们知道农民种这些作物都很辛苦，那有机生态的环境就有很多的动物跟人类的收成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矛盾，就是所谓的动物害。有时候他们1年的损失可以折抵好几年的利润呢。这个就请农改场要帮忙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一件事情，我们在稻田里面种满江红，没有福寿螺是喜欢吃稻苗的啦。如果有满江红的根部可以吃，它是不吃稻苗的。所以当你现在这个季节，你这个山的高度，你放了满江红在你的稻田里面，满江红会长到4到5公分。它会抓空中的肥料氮肥下来，它会遮蔽整个杂草，它会提供福寿螺。我是实验的人，所以我确定这件事情。福寿螺并不会吃掉你的稻子，因为稻子很粗。那个满江红的根部很嫩，所以当它长出的时候，满江红还在，满江红会长到明年的4月啊。所以你的意思说，应该有一些有机的做法，应该要放到这里面来。这个就是刚刚科长讲的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最大的收入不是农业，是生态。是生态。然后那个满江红遮蔽的下面会有满满的古塞基拉各种原生种，水放干，千万不要放干，一干所有的鳝鱼都要死光。原来是这样，好，先谢谢他做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分享。那我要请教一下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我们这里就是要推有机，那我们的生态这么好，山猪、野猴子对我们的农作物，你们彼此是怎么样？要互相叠对叠，要互抗呢？还是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出那个融合之道？那以往老人家还在做山上的耕作的时候，几乎这些动物不会下山。现在是因为山上现在已经都是树木都已经长出来了，对，所以说跟我们邻近的田野很近。那山上已经没有好吃的东西，所以说这些动物跟猴子啊，跟山猪，它会选时间，它会知道说稻子什么时候要收成之前，它就会下来。他跟农民一样知道这些讯息哦。对，卡住你自己也种稻，对不对？对。谁会来吃你的稻？山猪。山猪它怎么吃法呢？吃法它就是因为我放水的时候它就会来。如果你放水田放干的时候它就不来，因为它一方面就是要把它身上的那个虫洗掉，然后顺便吃我的稻子。所以一滚，那地就先躺平一片，然后饿了就再吃。对。猴子也吃吗？猴子也吃。那我们山里面除了种稻，还有种哪一些作物？现在在我们这边有种水果有吗？水果有。大部分都是现在已经这边种的都是那个甜柿。甜柿桃子、玉米。桃子、玉米。那听起来很甜，很好吃。猴子喜欢吗？他们特别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防治它？那它一下来吃的话，会有吃到一颗都不剩，还是它就乖乖摘一颗吃到饱就走？它就是整株采完以后才会离开。那等于是农民没有收成啊？几乎都没有，所以说和平共处啊。能怎么和平共处？他已经把你的果树都采光了。就这样子啊，我们就还有一些零星的，我们就可以采集那些来卖，只能这样子或者自己来吃。所以你们的原则放到最低，就是好，你就吃到饱吧，先生小姐们，吃饱你吃剩下的，我们人类才采收。是。用这样子的精神哦，好，谢谢你。那有没有其他的乡亲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实际动物害在你们在做有机的环境耕作里面又产生哪些问题？其实在大部落来讲，像那个小的部落，我们景观区吉哈来这边，因为很靠山，所以山猴子啊、野猪啊特别多。可是比较在外围，好像这些深山动物不会下到地方去，可是鸟类特别多。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来，因为很多宗教团体放生，他们放的八哥鸟，
有没有进入到当地产生生态的混乱？在那个就是水厅区的这个部分，那就是上一期的稻作，第一期稻作，我有很大的发现。是。那过去以来就是麻雀的那个族群非常多，那这一次变成就是所谓的那个野放的那个就是杂配的那个八哥鸟的数量非常大。那过去麻雀吃那个稻穗。它是因为它比较体型比较轻一点，所以它吃一吃，就离开了。等它吃饱就离开。那八哥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那个体型比较大，有一定的重量，所以说有一些稻穗它的那个谷粒还不够饱满的时候，它是整株就是整个就是折断了。一折断还有的收成吗？那它当然那个产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那个就是比较靠近田埂外围的，几乎都比麻雀吃的还要多。那富美。有机的产量已经相对一般惯性低了哈，所以它利润其实已经是勉强跟成本平。那在这样的情况无法防，农民都做些什么来保障你们的量跟收入啊？在我自己的田区里面，我尝试用比较柔性的方式去对待，你不激烈的手段去把它们击退。是，当我发现，因为我们这边特地的那个鸟类，它就是有蓝雀、树雀，然后朱鹂，然后其他画眉科的，因为这个鸟类的总量太多，而且很多样，所以说这个部分的涉猎我不是很深入去研究，所以其他的部分我就比较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它的羽毛很漂亮。原来是这样，谢谢。我们听到两位农民，请坐，用一种很柔软的心肠，很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对待。那刚刚。富美小姐一直提到我们东华大学有年轻的生力军来这边考察了哈，我想问一下她有没有一些心得要分享？这位同学，我觉得这边的人就是跟自然环境互动非常友善。友善哦。对，就是像昨天，就是刚刚富美阿姨讲的，然后就是前几天我去体验那个稻作补秧，就觉得非常辛苦。秧你也去补了。对，因为那个土壤看起来很软，可是踩下去底下是石头。对，都会刺刺的，然后太阳很大，就像今天。对，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小朋友，就是他们在四维分校那边，就是哥哥把那个大的木头要搬走，就是清理环境，然后就底下就有那种青蛙，然后很小的小朋友就马上过去抓，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对跟自然的互动是非常的。密切的，几乎是邻居，跟都市小孩子不一样。然后还有就很小的小朋友也是，就是抓那个蚕壳，就是我之前是会抗拒这种东西。是。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怎么可以就是这么零距离的互动，就觉得很厉害。谢谢。所以这里的自然生活方式让外地人都觉得感动。那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做有机这么困难，会碰到天灾寒害，或者太热，或者缺水干旱，那还要碰到各种的动物害。我们生态越好，动物害就越频繁。那为什么在地我们接下来还坚持要做有机呢？为什么大家做有机？就是其实就观察我这些长辈、这些农民，他们想象的这个环境，就会想象过去他在农地里面看到了泥鳅，看到了鳝鱼。这就跟大王讲的嘛，其实生态农业好处的是生态。对，那这个生态是怎么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保育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但是想象是说。我这些作物以前有，这些动物以前有，那未来我的孩子会不会继续看到？未来我在传承说我的水田里面有什么什么，我山里有什么时候，没有了，都毁在我这一代。会想到这一点，会这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就是试着就是跟环境有一些那个就和平共处。所谓和平共处，基本上我觉得是肉搏战呐。肉搏。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什么电啊、毒啊这种比较。区隔的做法，像刚才同学讲，这边的人跟环境是很密切，他是采取肉搏战，比如说人的驱赶啊，然后跟他斗智，就是我放什么，他会不会先吃它，然后不吃我东西，想方设法绞尽脑汁。非常多，然后养狗的啦，然后放音乐的，然后放音乐，他们想这个不行，他们最后猴子也去调频了，都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然后跟环境其实也很拟人。把它当作是一个人一样看待，说他们读了东华大学，读了台大，这些都很太聪明了，这也猴子是台大毕业的。所以其实就这样看，其实他们对环境的关系其实很密切，虽然就是又爱又恨那种关系。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再回来谈到里山这一块，就是说在部落里面，其实我观察。族人对于环境的使用这件事情是一个有别于我们过去在谈那种
种保育的想法哦。因为像我问祈老说，我要怎么教他们环境知识？他们说叫他去打猎啊。哇，真的有吓到，怎么会是这样？结果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去使用这个山林的时候，你才会保护它，你才会去塑造它的栖地。即便是我们收成量少，少赚一点点无妨，我们大家都愿意过着我们最可以和谐共存的方式去做，这样。尝试做到这样子一个步骤谢谢刘口总。其实你都会做在又给安困难呢。那我想改良场未来不只是只有这边会推动这个里山之外我们像我们的德武，我们会推动这个里海，那里山那个新社蜂蜜乡的新社，我们会推动里海。那三星的这个行建村，我们会推动里地山海地都有了。对，那其实我们是很想说，把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概念跟农业可以结合，那把厂里的一些研发的成果像说一些生态的一个生物性指标，那一些生产的一个技术跟服务的部分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发光发热。是，那动物还能够降低吗？还是就只能维持原状了？我想里山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使用并不是说我完全都去防堵它。那其实在一个合理跟人跟环境的一个共生的状况之下，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收益不管是人、生物、生态等等。是，好，谢谢科长。那季科长我也要请教哈，其实对社区林业的经营有很多，你刚刚听到乡亲朋友的这样的提问，是不是也可以谈谈你的回应？好的。事实上呢，我们林务局在经营社区林业是非常早，从91年一直经营到现在了哈。那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村民或者是部落的这些族人呢，能够生活下来。是啊，那当然怎么样生活下来之后，把年轻人带回来，这是我们社区林业体的最主要的精神。那除了这些以外像我们这个区块在做一些里山这个工作，那林务局除了社区林业以外，还有提一个计划，就是湿地保育计划。湿地保育是的就是让我们这些梯田把这些生物多样性都把它营造回来。那山上的保护好，水资源才会源源不绝。是，所以说呢，我们还启动一个计划，叫森林守护计划。这样子呢，就会跟村民呢能够结合在一起。那重点呢，我们是要跟社区的居民、跟部落的族人能够成立一个伙伴关系。这样子呢，才达到是一个永续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们重点在环境守护，但是人也很重要，所以要拉近来。是的，谢谢科长。那黄科长呢，你怎么看？那个站在文化资产保护的这个观点呢，当然是文化景观的维护是首要的工作哈。那可是呢，有句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哈。那这里的长民呢，100多年来就是依照这样的生活模式。那我们也没有说要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说我们在登录为文化景观的时候呢，居民呢他们就是已经。认识了说他们是这里的主角哈，所以呢，他们就是主动的就是聚集了这个部落会议，然后进而呢成立了这个管委会当然我们是站在陪伴刚刚光宗老师有讲就是陪伴，还有就是这个合作关系平台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导入这边。是陪伴，但是深又不要太深，浅又不能太浅那大王最后你的结论，你还有分享，听听我们乡亲朋友的意见，你的回应。动物从来不是危害动物是危害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的收成只有食物在我们的里山，在我们花莲寿丰这个地方，在我们在操作的里山，动物追踪课是非常贵的课，但是你把它视为一种危害，动物的足迹、动物的排遗，他昨天晚上跟谁吃了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孩子不为这个着迷。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它高过你1甲地的收成1整季我种稻子，我也办教育，我也搞这个东西，所以提醒动物之所以成为危害，是因为我们局限了我们的农耕，只能收成食物。在里山的模式里面，食物从来就是种给自己的村民吃的，不是拿来卖的。当我们开始拿来卖的时候，动物成为了危害。我们开始在想冲突怎么解决。我们必须先想，没有冲突何来解决？没有冲突，动物从来不是冲突，生态知识。还是里山主要的收入，里山的精神，请大家抓清楚。所有的动物危害，你要欢迎它，它可以吃光我们的橘子，用力的吃，留下痕迹，我们要追踪你。这是最大的生态收入，它收入非常高，那个1堂课都是1-2万块的课程。我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有做一点小生意的人，他的课程很高，月付价格很高，会给大家带来好的收入。请大家再想一想，食物
最好不要是我们主要的收成，不然我们会恨很多人。谢谢大王带来观念上的翻转。李老师后来发现，关键翻转在于教育，怎么样把它从第1级变成第6级？对大部分的农村社区跟社区居民来讲，他们还是擅长的就是种田，农耕当这块然不只是种水田啦、种果树，好，然后竹林等等杂粮作物这些的经营。所以里山倡议其实还是要讲，就是最核心的是这种生产地景，怎么样去保全活用。还是一样，我们各种作物好去种，但是呢，整体的环境好，从森林，然后一直到次森林、果园、竹林，一直到水田，堤塘也有，水田都有，一直到聚落哈。那整个环境的一个整体经营，其实是一个新功课。对居民来讲，那个是他们完整，那个不是新的，他们本来生活，那就是他们的生活领域。但是对政府部门来讲是一个新功课，因为过去我们可能林务局就管国有林，水保局管坡地，然后我们农改场、农粮署可能就是比较耕地的部分，然后水利单位又管水圳，切割了。那今天里山倡议跟这种农业型的文化景观提醒我们政府的施政要怎么样在社区这样一个单元当中去整合。好，那还是一样，最核心的是让社区居民继续当农夫。但是怎么样让他种的东西去加值？当然搭配生态旅游等等环境教育课程都可以。但是最终极的，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做农夫，但是是一个新时代的农夫。非常感谢李教授。今日来宾提出的动动摸球用豆应该观点让我们有不同的想象。除了基础的作物生产，从这个生态环境的教育上去研发，甚至是整体的大家都就得共下滚老民共下合作。当然最主要就是7家嘅主任。今日出面大会讨论就到了，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哦。你再會。